在地人在地前要来讲南投草屯有一项真闹热的活动，就是控油，已经办第26档啊！真侪乡亲拢是规家伙啊出动体验这个国土油的趣味。今年现场有300外座这个土油，其中高雄团队做一个2公尺悬的土油，拍破纪录。 草屯镇丹府将军庙边的田，大人囡仔同齐控油比赛。今年天下第一大油，赶快由高雄团队摕到，挑战去年180公分，今年起205公分，拍破纪录。我们有4个家庭，其中1个家庭今年没有来，还有1年得到大冰箱第2奖，那我们就觉得 CP 值很高。结合南投发挥嘉年华活动、草屯控油活动，闹热起口。现场有300外座土油，互民众体验早期的农村生活。小朋友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啊！草屯镇公所讲，控油是古早农村秋收后的传统回忆，为着让大家想到囡仔时传承农村文化，为26年前开始举办这个控油活动，除了邀请大家食美食，现场有学生团体表演和抽大奖的内容，让现场的气氛真闹热滚滚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